提前乡亲用电真正爱细致，同款是新北的消息。新北市3G 昨有强煤活动，可能是烟火角度超无好势呢，烟火缸射去到8楼的人家厝，佮将这个阳台的玻璃缸崩一空。虽然讲这个庙方表示讲会甲赔，不过上局医院的医院开单，只有可能会罚3万至15万。 路口第一帮烟火，真要看阳台玻璃破一大坑，玻璃甲变蜘蛛网啊，玻璃碎片碎落落来。搁看一摆这个画片，烟火伫咧阳台路口规边开，互民众看甲讲起。哦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有来，它那个是玻璃震碎掉下来，人有来挡车子啦，就先让玻璃收下来。 彰新北市3G举办婚证活动，真侪金标同齐举办，闹热滚滚。结果伫咧中兴路和中正路口放烟火，险啊无细哩射去人斗气。当时公庙就在这个路口举行绕境活动，在这里释放烟火，疑似是角度没有调整好，就这样害楼上住户的玻璃毁损。 厝后伫咧社群平台发文，讲住伫咧8楼，佮叫烟火崩干呢。虽然标方讲会赔偿损失，不过消防局嘛是依法赶开发，会罚3万到15万的罚款。想关心一下说，那现在这个都已经处理好了吗？哦，处理好了，谢谢。一年一摆的地方城市，因为放烟火影响到民众，加在这个事件无人受伤。那么烟火若真正射去人斗气，发生灾情，后果得真惨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